今年是龙年，嘛是台南府城建成400年。传统工艺古早师傅吴文进，每一年拢会替公庙设计艺术品。今年伊专工替开基玉皇宫设计一座艺品，叫做新龙迎春，要为国家祈福求平安。 这只目睭龙蛙色彩丰富的纸龙，采伫台南开基玉皇宫的庙里，有176公分长、88公分宽、127公分悬，是工艺古纸大师吴文进的作品。这个新娘哦，你注意看伊的姿态吼，很有良心啊，所以要做这尊龙的时阵吼，我灵感真好，啊嘛拄教新年，拄小年年，啊所以用讲。 啊，咱用上帝，互我有灵感来进行啊咧。为着配合龙年，古纸工艺师吴文进接受庙方的邀请，制作一只纸龙艺品《新龙迎春》，搁找彩绘师傅来彩色，互古早的艺术品变作是庙认真请仰的风景。吴文进表示，这是一个高龙系列的设计，未来会搁做出其他8只无同款的龙来求一个好吉兆。 今年甲新年吼，啊，拄啊咱台南市把咱阳江吼有这个想法。 啊，要做九龙，啊，今年第一尊，啊，我会继续一年一年甲创作这九尊的新龙。今年这个项，啊，明年搁另外一个项，希望咱台湾这个所在，啊，咱的国家会当稳定发展。用纸糊的新龙艺品，毋但传达吉祥好运的意思，嘛展现台湾传统艺术迄款有路的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